今日同大家分享公屋2到3人單位設計案例。單位實用面積234尺，現代裝修風格，全屋間咗2個房間，空間用到盡。入門口做多功能區域，獅字舉、伸縮餐台、儲物櫃一應俱全。最靚就係結合間房設計，用玻璃趟門做間隔，實用又好睇，唔浪費每一寸空間。咁樣做客廳都有充足空間，可以放到雙人梳化，牆面做護牆板，主人房就用木板做間隔，做4尺地台床連床頭衣櫃，電視牆就係梳化對面啦，撞式設計，連埋凹位嘅書着櫃。廚房就正常做 L 型地櫃加吊櫃，留返洗衣機嘅位置。廁所門口就擺雪櫃，做儲物櫃包住佢。廁所內就做洗手櫃加鏡櫃，最實用啦。